腰再立起来，再往上立，再立，腿收紧了，脚尖，对，保持199、58、3、2、1，走下。好的，做得不错哈，10个这次表现非常好，你来一遍。怕什么？往上倒，走。你，哎呀呀呀，快，有劲儿！害怕什么？撑住了，力量不够，再往前，撑住。来，过来。你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一个男人要勇于攀登，成为一个舞蹈生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做好自己，每个动作都要很努力，很坚强，一定要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。怕什么？有10个不是你怕什么？认真的来一遍，不要怕，勇敢的做一遍，不会让你摔到。不要了，给你一次机会，走上。不要怕，一定要撑住，撑住，你绝对没有问题。再来，走上，加油！